大啊。拍开水道头拢无水流出来，彰化这对一个12岁、一个10岁小兄妹仔厝，因为欠水钱，互停水，这几个月拢无法度正常洗身躯。去挖到挂水遐，是谁要去刮？叔叔去刮水回来洗澡。因为爸爸得到癌症，拢靠亲人协助。不过3天前，爸爸过身，时大经济状况无好，咧总办后税费用，无法度好好照顾囡仔。洗头啊？你多久没洗澡？啊3天了，3天了。兄妹仔爸母伫旧年离婚，妈妈带另外一个和前男朋友生囡仔离开，甲小兄妹仔交互爸爸饲。不过爸爸得到癌症，厝内经济状况无好，风断水断电几啊个月，爸爸即嘛过身，囡仔嘛失去外靠。社福团体，然后来协助，就是这个孩子在就学生活这方面，就是不要在衣食不要有那个不足的部分。这物件，有善心人士接到消息，赶紧找物主来管。另外，未来想要来照顾小兄妹仔，消费处讲因的妈妈是第一顺位，不过对方之前有讲无法度照顾两个人，所以会好好来评估，对亲人当中找适合的监护人，要互这对小兄妹仔得到上好的照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